週末節假日究竟喺屋企瞓大覺呢，定係出去玩啊？又端午節又6·1兒童節，梗係出去玩啦！快啲收好呢份端午節限定佛山鐵教龍船漂移賽體驗套餐，人均694蚊。真係好抵玩喎！扎貝寧華晨宇都玩嗨嘅龍船文化。嗱，今鋪輪到你拋頭露面做主角啦！永東派斯最新推出嘅端午限定套餐，2套香港到佛山往返車飛直接包埋，佛山奧克伍德華庭酒店公寓高級特大床客房1間1晚，雙人自助早餐，鐵教龍船漂移賽端午體驗，勵志會6月西洋博物館門票2份都有，奧善坊餐廳仲可以享受85折嘅優惠，酒店免費 WiFi 停車健身房，帶細路仔仲有兒童娛樂室，全家出遊都玩得好盡興。活動時間就喺5月30號到6月1號。聽完睇完係咪心喐喐啊？唔使急，幫緊你。我哋先簡單介紹下行程先。9點15到10點鐘食完早餐，我哋就準時集合向鐵教村出發。10點到11點，帶大家沉浸式咁樣了解龍船文化，跟住就係傳統龍頭祈福儀式，攞翻個端午好意頭。行運一條龍啊！到咗11點半到12點半，千祈咪走寶啊！品嚐創新龍船飯，9道吉祥創意餸，每一道都暗藏美食寓意。12點半到3點45分，自由活動時間任君選擇。想繼續感受速度與激情，就停留喺觀賽區，徒手嗌到喉嚨都爆晒，水花直接撲上面啊！總之幾個第一啊！如果你想轉下口味，勵志會6月西洋博物館有成萬個古董等住你去打卡，玩攰咗都唔需要擔心㗎。4點鐘工作人員就安排專車車你返酒店㗎啦。養足精神，夜晚仲可以去奧善坊餐廳用85折嘅優惠食腿。哇！咁精彩嘅行程先694蚊起啊，好抵玩啊！仲等咩啊？一齊嚟啦！